業主本身擔心開放式廚房會有油煙，但設計師都堅持唔做玻璃門，反而用咗一條隱藏天花抽氣扇解決油煙問題。而講到最有火花嘅位係，開頭有一個木工師傅手工好差，設計師唯有中途直接炒咗佢，成個 project 嘅轉折點就喺呢度開始。今次呢個單位咧係喺九肚山嘅九龍山一個1500尺嘅單位，原則係一個4房嘅佈局嚟嘅。咁客人係有3個人居住啦，所以喺空間上面咧想做一啲改動去配合翻佢嘅需要。風格上面咧，我哋主要係以輕奢華嘅方向為主嘅。但設計唔止講風格，真正改變生活嘅係空間點樣用。咁喺空間上面咧，我哋主要做咗2個改動啦。原則咧，其中有一邊有3個房間嘅，咁我哋就將3個房間嘅間隔就拆咗，